接下来呢，要颁发我们最引领期盼的冠军喽！冠军得主是陈家酒庄。冠中葡萄讲了扣头拍几啊百个。我袂洗了呢。3块啊，还有技术给你150。人吼孤老、糊摸，还有洁癖，你家己甲葡萄接落来哦，做甲恁有影有食。低心动作袂菜嘅，这就顶贵的呢。啊，过来讲这个食饭啊。讲话歹听，但是无歹意。这拢就是袂晓谈恋爱呀，啊，他妈恐怖你啊，不过这年话够毒心啦。跨年要来小爸无？看你是当时啊。我两个经验本来就无济啊，常常嘛唔知要怎吃。用一个死人面啊！爱给酱。明明就不是我介意的款，不过。6月8号开始，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台语台。